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3月23日的客家新新聞，我係陳延祖。今天的客家新新聞呢，頭一時報第二篇呢，係會同所有的觀眾朋友來了解一下，昨晚呢會有一個客家新新聞咯。最講呢，真一下呢，全世界一個有關武漢肺炎的疫情呢，係近來更嚴重嘅，亦其實國內沒有同多嘅觀眾朋友同關心一個議題哦。故種呢，客家電視台呢就啲網絡直播一個方式嚟製作一個客家新新聞的一個節目。當然呢，早晨呢9點半呢，都會帶點大家來用報紙來關心，近比國內外有哪條有關武漢肺炎的疫情的最新消息。然後呢，到下晝嘅時節，其實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嘛，佢哋也其實係不停時呢，都會來開一個記者會哦，針對國內疫情呢，韓國有相關的防疫措施，佢哋會來開一個記者會。而我哋客家新新聞呢，會隨時同大家來全場直播。本觀眾朋友呢，就得用親即時、親解方式呢，來了解一個有關武漢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喺今日早晨一開始呢，就要對一個報紙頭版頭條來關心一個武漢肺炎籌備嘅時間呢，國內外又發生那條重要消息。先前一開始呢，我來看到一個蘋果日報哦，啲籌備嘅時間呢，其實呢，一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嘛，佢主要講到嘅籌備呢，國內總共有新增加16例一個確診案例，佢有13例係境外採錄來嘅，另外呢有3例係本土感染個案，喺其中呢有1例本土感染個案就本大家懂笑哦，佢係一個崇州護理師，下面係呢國內頭一擺呢有崇州護理師確診測試到武漢肺炎的確診個案，下呢一個個案呢就本大家懂緊張哦，下呢大家就懂笑，講緊有可能會像先前幾年一個 SARS 發生一個人類感染事件哦，就有一個好早期下呢就出來講嘅，講亞陣的疫情聽說係落地控制好，希望呢整件一個情形會動產哦，而家呢就先對一個護理師嘅情形呢來了解佢到底係樣嘅咯。咁其實呢，清楚一開始嘅時間呢，一個護理師佢係第一張嘢12幾年嘅時間，一開始就有發燒相關症狀，佢就有基本性上困呢。唔過基本性上困過後，其實一個情形呢冇卡好，下後呢佢就開始會有鬼神呢上眼痛啊，還有頭腦會顯現呢相關症狀，都係16幾年，佢有在個基本性上困，到時間呢佢就都係前年嘅時間，就本年同步都係籌備時間。就確定差別多嘅，因為睇下呢，前時我就講，形成一個護理師嘅啲投研一間護理機構來做護理師哦。一間護理機構呢，其實也係136，一個136幾度呢有2個一個護理機構哦，一個護理師佢可能2片呢都會去上輔資源去聽數，嗰種呢佢接觸人其實係有動多，然後呢一個指揮中心呢就動腳嘅，然後一個所有係啲一個護理機構。對方呢有總共有53名民眾哦，韓國呢有同佢接觸嘅28個公眾人員，就加加去採檢，而呢一切嘅結果其實大家都係陰性嘅，係本大家有較放心啲嘅。唔過呢一下呢，大家係呢會繼續來追蹤相關嘅情形。第二擺呢，關於發生嘅條件有護理師確診測試到嘅感染個案過後呢，有同多嘅人士啊，家條就同緊張，未提升呢一啲相關嘅防疫準備，從一個南投韓國有台南市亞兩件事，一下呢就宣布誒，所有嘅崇州機構一下呢就做清不准本人去看病人，所以講呢，家屬有需要就得利用事情啊，一個方式去看，也得有親戚朋友也得有，係講冇必要，係講有錢必要時間呢，請到像限制唔係13年就得入去聽聽，佢除嘅驗屍啊，來自家來提升相關的防疫管制以外呢，衛福部呢其實沒有針對崇州機構提出相關的應應措施，從係一個衛福部佢哋就建議，從一個公眾人員呢自家要做好空間管理，從係當然啊，做量體溫啊，韓國有注意一個空間情形呢嘅假設啊，從唔有發燒啊、頭氣套相關的整條時間，你就清好地方卡了，唔好出去嘅。另外呢，從一個去拜訪人客，你會來留意做管理哦。假使啊，你一定去看病人的一道家屬啊，有從檢測啊，有發燒一道頭氣套整條時間，做前都不准本人一道入去哦。韓國呢啲啊。
头版也先前是新年，有出国老了的民众，咪係不准本年去看片年嘅。那我哋從係從朝結構啲多一路嘅，我嗱從係老人家，韓國要從一路片年一條，為因為做好防疫措施咯。一下呢，皮膚就建議，假使呢一路片年呢，加身體情形限做的，盡量呢就係為當日隨時為帶定一個最 ml 來做好自己防疫措施。那我哋從係有條片年啊，或去醫院啊，本線上看一條未。啲短嘅時間呢，未為留一條片人，患自啲隔離嘅空間度方，怎唔會驗證講加條可能係身體抗氧、抵抗力抗氧，仲有可能會本其他片人差唔多時間，時間呢就要做好自己空間管理相關嘅防疫措施嘅。那我哋再過來關心其他國內嘅相關嘅案咯，另外看到聯合報，嘅聯合報呢，佢強用呢啲條呢，就來關心，就講。國內發生嘅條例用戶及教育護理師課程嘅個案，那我哋既然係繼續追蹤咧，就講先前嘅啲中年人鴉片有群起感染事件，也呢一啲中年人嘅群起感染已經控制到40年咧。其實一塊是啊，大家啲談到中年人發生一啲群起感染事件，大家呢都同相提講，一啲學者呢佢到底係啲對內測試到嘅，嗰種呢一下指揮中心就緊追蹤，一下就有發現到嘅，就係講一啲中年人嘅群起感染當中呢，有一啲50嘅本國籍嘅學者，佢差唔多呢係啲3年初嘅時間，有去到日本開會，係講呢佢啲轉到台灣過後，其實佢有發現出現呢一條頭拿痛啊，一條相關症條基本線上看，唔過幾時節佢冇確診，未問本人同步，嗰種呢大家都冇注意到佢，下後呢最講中年人佢發生呢一啲確診感染嘅個案過後呢，嗰種呢一啲指揮中心就緊追蹤發現佢有出過嘅相關嘅歷史，將去尋到佢，未來去採檢就發現佢係有確診測試到嘅，嗰種呢一下呢指揮中心咪係繼續針對一啲中年人呢一啲相關學者來進行追蹤。第一啲消息傳出來時間呢，大家有當到民眾就當時講，一啲學者佢敢去做一啲有關武漢肺炎嘅疫苗啊，韓國講藥嘅相關研究學者，唔過中年研究發出上面咯，講一啲學者其實佢並冇接觸一啲武漢肺炎嘅相關研究，嗰種呢一啲鄉親、一啲觀眾、一般民眾，明是提高少，唔係講一啲認真佢有接觸到研究，嗰時候將測試到嘅。那我哋從一啲國內外從有嘅一啲機關以外呢，一啲自由時報佢主來關心嘅，認真講一下呢，受到影響民眾呢，佢層面係見來見到韓國有影響程度，咪見來見睇，也呢就有家長當時講，假使啊一下從一條聲音呢，韓國有學生嘅，為地方家自家隔離、自家檢疫，冇辦法參加一條重大考試嘅時節，為用嘅時候，而今年呢一塊是呢啲前線我來舉辦嘅考試，就係今年呢國中會考嘅，嗰種呢教育部呢未來宣布嘅。今年呢，國中會考呢，本單呢係我哋5月16、5月17、22日時間為來辦考試哦。嗰種教育部沒有提出相關的參前準備的相關措施，就講今年呢，國中會考為頭一擺來辦200個考試，就講本單啲5月15日時間會辦頭一擺考試，過一整年咪就係啲2月13、2月14日時間，會同一條為自家隔離、自家檢疫的一條考生來辦第2擺考試來維護家條權利哦。咁我哋教育部其實佢沒有特別針對一啲部分呢來做出說明，佢就講一下呢，假使是有自家隔離、自家檢疫的一啲考生，第一考試以前14日嘅期間，冇出現一條發燒嘅相關症條時節，其實呢係做得參加第2擺考試。如果假使呢冇拄好，有考生係確定測試到武漢肺炎主動排泄，有考生就冇辦法來參加2擺嘅考試嘅。故三來呢，一啲教育部針對一啲考生嘅權益，為用來維護嘛，教育部係喺繼續啲嘅研究當中哦。那我哋一下係考生今年考試會排2擺，其國中嘅會考會排2擺，其一下呢就係相關嘅學者沒有講啲研究嘅，講從係統測啊自考，沒有可能會考第2擺。係講呢啲考試準備方啊，從一條考生啊，先前大家都會白錯一類擺一類嘅。一下呢，大家就係認為講，啲市場安排方就有以後嘅輔以嘅，就會講要用梅花菜方式，希望呢一路考生呢加到2個 V 嘅，就呢做嚟維卡研調嘅，前後呢為2公差卡價，按呢卡
做啲減少，大家亦都構成相互車來車去安尼機會。一條係國內針對一啲武漢肺炎嘅相關措施、相關嘅防疫政策，嗱我哋喺國外嘅部分，然之後來看到嘅，而家其實呢全世界武漢肺炎嘅疫情真係係非常厲害喲，然後看到一啲然後看到一啲中國時報亞總圖哦，因為中國時報亞總圖看起來真係係本人知道東頂講哦，也係一啲意大利嘅交通導航，一啲交通導航呢，年都會標定一啲態數做一條觀察哦，意思呢就係講認真廿步嘅意大利嘅確診人數，還有死亡人數都見增加，然之後看到呢，一下啲意大利嘅確診案例數已經來到5萬人啲哦，還有死亡嘅病例已經來到4825啲。我哋共用疫情係同你開嘅，就係啲西班牙嘅，啲西班牙一下呢確診案例數已經來到28572啲，韓國有已經有1753名患者已經死亡嘅哦。故上呢，一下相關嘅政府啊，從喺意大利啊、韓國有一啲西班牙都有提出很難嚴條嘅一啲封鎖措施，像意大利就已經宣布嘅，最講真啲22幾年嘅時間，嘅死亡病例以下就增加減到係西班牙人嘅西班牙，亦係啲西班牙。嗰種呢西班牙佢就宣布嘅，認真講一下西班牙已經有宣布係國家緊急狀態嘅。嗰種呢接下來一個緊急狀態呢，係有可能會幫助15年研究。本身呢西班牙喺啲13幾年嘅時間宣布會進行一個15年嘅緊急狀態，到28幾年其實就會到嘅哦。認真看到一下一個期限就會到嘅，唔過國內疫情其實係無卡的。嗰種呢西班牙佢就有緊急宣布，會在個榜上一個緊急狀態會有到15年研究。一個西班牙嘅總理呢，佢就從開始決定21經驗，佢就表示講嘅，佢講下來呢，一個人呢其實係喺動艱苦哦，啲誠信啊各方面呢都要先準備定嘅，都係下年禮拜時節，以前呢都聽出來先嗌定。認真講一下萬呢都係疫情，而家呢啲西班牙、韓國用意大利其實。最近每日的防疫物資都唔拉，有當到嘅民眾啊，同小朋友去到記錄空嘅時間呢，其實都冇帶最尾。而家呢，佢唔但像一般嘅民眾都唔拉，啲條線呢來做防疫措施，亦都醫護人員呢，夾到呢咩見怪煙，講亦都防疫措施真件都唔拉，要見唔拉咯，夾到講夾到再做定嚟食推來做防護傘，嗰種呢醫護人員就講，也呢也針對咧武漢肺炎嘅，大家就想去上陣上用嘅。唔過呢，一條防疫措施啊，防疫嘅狀況，真件都唔拉，有條毛，運用嘅係一條醫護人員來準備咯。嗱，我哋從一啲電影睇啲鴉片啊，其實也咪係。啲歐洲地區確診案例數千多一個國家，故所呢啲意大利嘅倫巴第地區，嘅意大利政府就宣布嘅很難嚴條嘅一啲封鎖措施，講本地嘅民眾做嚟去記錄空發通啊，仲會帶機會出去，也呢都做錢都做唔得咧，大家呢都聽出來留啲貨卡，為減少出去嘅時節，希望呢留一啲疫情呢漸嘅一啲控制下來。誒，認真講一下。各國政府啊，都已經針對一類疫情啊，又提出很難嚴條嘅一類防疫措施，就希望講呢，下來一類一類疫情呢會漸嘅緩下來喲。都已經比下晝2點嘅時間，一類中央流行疫情是非常嚴嘅時節，佢會針對國內嘅一類進行疫情同大家來做說明。下個星期五呢，咪會喺下晝2點嘅時間同大家來直播。28日下個星期五就到鴉片呢，跟有關疫情呢進行消息，咪繼續同來中國。